会的。哎，飞虎，老吴，老吴，哎，送礼的来了。好，是彩琴带回来的吧？正宗桂花摘的18样。哎，那云片糕啊，真是有点意思啊。那我得好好收着，过年的时候啊，烧给我爹。哎，掌柜的，谢谢您了。也代我谢谢彩琴。不用不用。哎，咱的货卖的怎么样？哦，咱的客户都回头开始订货了。哎，这天气冷了，这老百姓开始准备过冬的衣裳了。这单色布呢，出货出得快，这花布啊，就出得慢。掌柜的，别看自家就闹了40来天，咱可是赔了10万块钱啊！三阳老赵昨天请我吃饭，他们厂也赔了这个数。到这儿，这1毛2一尺的模范布，在有些地方还没卖利索。掌柜的，咱这厂大业大地盘大，可经不起冲货呀。要不是杀得早，咱这年啊，兴许是过不去了。自打我干了染厂，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文琪回去了吗？哦，回去4、5天了吧。上海的马经理啊，天天教课，前天算是教完了吧。还留了作业，说是从上海回来要检查作业，谁要做得不好，当场辞掉。那姓马的还从上海请了2个染布高手，教那些工人啊弄机器。那俩人说上海话，这工人听不懂啊，自家儿子就当翻译，这是要大干呐。这2天这么忙，这布也搬不完了。谁知道，可能啊有大买卖。站住！干活不许说话。我没说话呀。放屁！哥，你们为什么打人？把我拔刀给你劈了！大哥，别打了！我求求你们了！现在厂里正是在最忙的时候，这人打坏了就没人干活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！走，干活！谢谢，大哥，没事吧？兄弟，谢谢你啊！快别说了，快起来吧！来，快起来吧！谢谢啊，谢谢。新家，你没事吧？快走吧！没事吧？兄弟啊，今天多亏了你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叫吴文琪，以后你们啊叫我文琪好了。我叫星夜，他叫星家，是我弟弟。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啊。星家，今天打咱们的，好像有个日本人吧？是吗？是啊，有2个是自文海过来的日本打手，他们心狠手辣，以后啊，你们还是少惹他们，啊！他妈的，这帮小日本，这个仇我早晚得报。走。董事长，我给您介绍，这是路德拍卖行的李长风先生，资董事长。好，董事长好。你好，久闻大名，请坐。董事长请。哎，请坐。长风兄，这件事情您可得多帮忙啊。没有问题。那个虚照跟我配合多年了，他会见机行事的。古董字画他是内行，纺织，他不见得懂得太多。国内厂家叫到60，就得留神了，让他别乱叫，看看再说，当心别掉到井里去，啊。日本厂家嘛，70就得小心了。日本人很团结，亏本的生意他们是不会做的。另外，
考虑到国内方方面面的关系，估计他们这次不会拼得太凶。你记住，他们的本钱在63块附近，让那个虚造千万不要乱喊点儿。日本方的那个虚造在日本留过学，我是花大钱请来的，人很精明，你就放心好了。董事长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看我们是不是进去？好，长风兄请。董事长请。非常大意，私信觉得他们在承受的价格。山东模范印染厂上海批布招标会现在正式开始。本行在接受此次竞标委托之后，特别聘请法租界专业人士，对所有报名企业之产品样品进行第三方权威鉴定。通过拉长、拉宽、缩水等各项试验，各报名企业之产品均达到发标之产品要求，全部合格。现在介绍发标方代表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硕士，中华律师工会理事，著名律师。山东模范印染厂董事长资文海先生。先从中国800米小件拍起，再拍日本1000米大件，然后通过尺寸折算，以价格最优者为获标者。现在宣布中方应标者企业名称：上海庆丰纺织厂。日本三菱商社上海分社武田维泽社长。三和商社大岛诚二社长，锦衣商社明石有幸社长及他的助手。锦衣各家也在直达经商，那我们怎么敢跟他同台竞标呢？能见见阁下家的人，我们也算是感到幸福了。锦衣商社到现在还没来，根据规则，这属于自动弃标，我们不等了。现在，大妹，我们要一直等下去，否则我们将全体退场。稍微这样，开路是吧？开路好，开路。锦衣前辈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永远的光荣，如果不等，我们会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。抗议也是，也开路吧。大妹。明熙先生到了，请宣读。锦衣喜志伯爵之女锦衣伯浪和她的丈夫明石有幸先生。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明石有幸先生和他的夫人。我们现在开始发标，先从中方开始。不要先从我们开始。800小件，从68元到进，依次举牌，减价1元。67元。
66元，62元，62元，62元一次，61元，60元，59元，59元一次，59元2次，59元，58元。明石先生，我们现在竞的是800米小件。大日本帝国不出产那样的小件，1000米58元。好，58元1000米大件，还有再降价的没有？58元一次，58元2次，58元3次，中标。阁下，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，是东京帝国大学，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、最值得记忆的时光。今天能跟阁下成为长久的商业伙伴，子母倍感殊荣。多承关照，具体事宜请与我的助手藤山君接洽。临时告辞。大日本万岁！大日本万岁！哎呀，十里洋场无奇不有，大上海我可是多少年没来了。这些年呢，就是为打官司，整天呢为了千儿八百的争来斗去。现在想想，我觉得特幼稚，有时候也觉得脸红。今天这个场面啊，真该把那些董事们叫来看看，也看看人家明石有信的气度，那真是不一样。哎，他老婆长得很漂亮，这样的日本女人，我可是从来没见过。贵族就是贵族，这是多少代人气质的沉淀。哎，你知道他们的布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吗？不知道。这就是贵族。锦衣家族参加过日俄战争，在日本他是不交纳所有的税赋，这一点连英国的皇室都眼红啊。有了这样的供货商，什么陈六子、赵东俊，都得给我跪下来求饶。天意呀，这是天意，这是老天帮咱发财呀。你看看人家玩的，思贤，人家玩的那叫派呀。别看日本人平时这么横，明石两口子一在，他们连句话都不敢说。你呀，你不了解日本，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。明治以前呢，只有贵族才有姓氏，其他的人呢就是随便起个名，就像咱们中国叫石头啊、狗剩，那就是个气号。别瞧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那么横，在他们那儿见了贵族他得让路，更甭说在一起参加什么竞标了。董事长，哎呦，子学，哎呦，回来了，我们俩可等你好长时间了。坐。怎么样？去闸北仓库办理交接顺利吧？非常顺利，钱货两清，现在货已经到了车站了，争取明天一早发货。好。董事长，我让您看看这布的成色。怎么？是。呵，这布的成色不错呀！啊，办完好交接以后啊，本来我想到锦衣商社去拜访一下，顺便谈一谈第二批货的事儿。可走到门口一看，10几个日本人站在那儿等着接见呢。我想我还是别凑这热闹了。子雄啊，多亏了你，这下可要走大运了。咱们靠上这棵大树，还怕谁呢？哎，合同签了没有？你放心，
全都办妥了。好，今天咱们来个一醉方休，好好庆贺一下。来，刘哥，哎，刘哥，哎，史蒂芬先生来了。哟，老史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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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 to see you again。哎，别，你这套礼数我受不了。来，坐，OK。刘哥啊，我们现在是德意志洋行最大的购货商，史蒂芬先生呢准备降低对我们的供货价。嗯，够意思。哎，老史，要不要来根土烟呢？ 哎呀，这种专业真有意思了。有意思吧？来，有意思就点上。哎，老史，林香荣啊，过2天就到济南来了，要不要见见？啊，是，陈先生，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这个银行服了多年了，去了好几个国家了，但是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。 来快！怎么回事？啊？走步。停！拉快！ 子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，再拿1件布来。快去呀！哎，停机！马子雄，你要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布一过淘洗机，这纬线就变得那么脆？ 上当啊！这布上有胶，不是德国的 SIN 胶，就是桃胶。上当！哎呦，我的布！我的布！快，他一进屋出来，时间等着呢。哎，你去，你去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！ 哎，文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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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把这小崽子给我抬出去，别死在厂子里，快点！啊，新家，快扶一把，快点！文琪，你坚持住！文琪，走！兄弟啊，你挺着点啊，前面就是医院了。文琪，文琪。 哎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文琪，你这是……你们什么也别说了，听我说，自家的人厂已经倒了，你们也别回去了。3天之后去红剧原厂找我，听到了吗？啊，红剧原厂，文琪，我等你们。哎，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找我！出来！乱了，全乱了！文吉说，自有德的模范染厂乱成一锅粥了。怎么个乱法？他们一次一次的来运布。好，邓彪、金彪，你们啊下车间通知工人们，现在就停工，让他们去劝银行提钱，告诉工人，过了今天就提不出来了。硬着头给我闹！得了，掌柜的，明白了。洪忠，开上汽车去所有的报馆电台，通知他们一块去。家驹，给东俊哥打电话。 好。去年银行卡了，快点去前去，去完了去不出来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
董局长，成了，赶紧把工人放出去，让他们到劝业银行提款。啊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刘哥，成了，董局长说马上把工人放出去。太好了。文琪，哎，掌柜的，你叔桌子上有份电报，你骑上洋车到邮局发了，通知上海林祥荣，济南大街。哎，我马上就去。家驹，坐。飞虎，哎，冲2杯上好的清茶。好嘞。劝业银行，你他娘的劝业银行！你把钱放在哪儿都不行啊！啊，别放在那个狗屁地方！我他妈全管了！爸，咱回上海找他们去。找谁去啊？那是套子呀，孩子！银行的钱全买了布，劝业银行的股东除了警察署就是法院。银行一倒，他能饶得了咱们爷俩？你呀，赶紧回家，拿些值钱的东西回老家，快回老家！将来就是蹲大狱、打官司，由他高明军顶着，跟咱们爷俩没什么直接关系。快走吧！哎呀，你快走吧你！等会儿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报纸上说了，资氏父子从济阳给抓回来了。好，定了个什么罪啊？勾结日本商人，诈骗银行。这个狗日的，他不是会辩护吗？这回倒给他省了律师费了。小点声，让长官听到有给害怕。哎，金彪，刚才我门口看见天天开会丁经理的那个日本太太，真漂亮。就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啊，要不然我他娘从日本也弄一个。来，彩琴妹子，你让着丁太太吃，我让着周太太吃。哎，行，来，妹子尝尝这个啊。哎，别客气，自己来啊。哎呀，你说，这要是2下里不打仗，该多好啊！你那国这么一闹啊，你连娘家都回不了了。这管事儿的人也是，添什么乱呢？好端端的打个什么仗，是不是？来，吃点这个。丁家弟妹，这中国人好，这中国男人更好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妹子吃啊！他们打仗啊，归他们打，跟咱没啥关系，是不是？他们打他们的，咱们吃咱们的。来，别不动筷子，来，别光顾着笑了，你们俩多吃点啊！当自己家里一样啊。我穿着和服坐在这里，就觉得对不起大家。刚才一下汽车，大街上的人都看我。我说我不穿和服，六哥不愿意，他命令文东说，要是我不穿和服来，他就一脚把文东踹出去。来，哎呦，这帮子娘们儿整的这个国际宴会弄得挺热闹啊！日本女人我见多了，丁太太是顶顶漂亮的。这原来啊是挺漂亮，可是日本一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啊，我看着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丁太太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还大智大勇，
哎，那天我送他们2个到竞标现场去，那丁先生风度自然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看到的，对不对？丁太太呢，神情自若，哎呦，那个气质啊，目空一切。哎，你们晓得吧？整个国际饭店的人全都目瞪口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当时我在家里是提心吊胆，一夜没闭眼。我是没去，我要是去了，兴许也看不出个4、5、6来。文东啊，你可真行，当着那么多日本人的面，你就不怕人家认出来你？你说那里边要是真有人见过明石有信的话，你可怎么办啊？啊？我是假的，可你弟妹是真的呀。明石有信是他的姐夫，我跟他认识，而且啊，跟我长得差不多。再说了，有涛飞兄和我那几个日本同学在一块搅和起哄，又是先退场，又是让日本人先投标的。那些个日本人啊，全傻了眼了，一个个就知道鞠躬了。行了，这些啊你就别说了，当着你这些哥哥说说怎么把人家勾上的。六哥，他呀，这是竞标把我抢来的。我们家老爷子当初也是北洋政府里的高级官员，天朝上邦，泱泱大国。东京帝国大学里的每一位女生，那家里都是有背景的，还用得着我去勾引她？要不是他每天闹着绝食，逼着他哥，还有那个明石有信，到我这来双鞠躬，他呀，才中不了这个标呢。哎，你这标既然让人家夺了，你就应该好好按合同办。我下次再要听涛飞说你要是骂人家，小心我踹死你！啊！六哥，你不知道，那些日本人的礼节啊，也太多了。这一过节，天津那些不着四六的日本人就全往我家跑，烦死我了。人家又不是去看你，你就将就着吧，啊！涛飞，这回你演的还行，来，咱哥俩干一杯。哎，等，要说这个第一功啊，要算家具的。这个德国的埃森胶，不是真正搞纺织的人是绝对不晓得的。来，我们3个干一杯，干，来，咱们吃菜，吃。哎呀，还是林老爷子厉害啊！法国领事馆全力协助，还有警车开道，这种阵势，那些拍卖会的人见过吗？哎，当初我就想啊，这事儿成不成得看老爷子的。斯温海实际上是中了老爷子的学和炮了。秀婷啊，你猜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？还有比这悬的？哦，法国领事馆那个车子太破了，没办法了，我只好把我爸爸的车子开出来。可是上海印染纺织行业的人，没有人不晓得这部车子。我是怕马子雄站在外面被他认出来了。不会，马经理当时在台上正忙着挂浆呢。来！哎呀，寿婷啊，我当着文东和陶飞的面，我就不叫你小六子了。你这一季呀，哎，东军哥，别这一季那一季的，来，咱们都端起来，敬敬咱那些父母。要是没有咱那些父母啊，怎么可能生出咱们这一伙子来？来，干！少爷回来了。爸爸呢？老爷在书房里。哦，好。爸爸，哟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你看看，这是寿婷给你送的礼物。哦，好。爸爸。我是完全按照你讲的去做的啊。火车就要开了，我把那个装着本票的信封交给了家驹，我告诉他第2天再打开。阿荣啊，你去济南的时候，也就是刚上火车吧？竞标得来的58万就到了我们的账上。这个陈寿亭啊，真是，你看马子雄。活蹦乱跳的去了，现在让担架抬了回来，听说还是家里花了大钱才没让警察抓了去。马子雄自称上海印染第1高手啊，可是在陈寿亭的面前1个回合都走不上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呀，
像陈寿亭这样的人，哎，我怎么就得不到？不行，我得去济南。你马上派人去买票啊，给寿亭打电报，给苗先生也打一份，就5个字吧：再战铁公祠。嗯。刘哥，早上我听英文广播说日本鬼子在打宛平，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干起来了。天哪，真打起来了！咱们怎么办呢？北平离天津太近了，天津本来就住着日本兵啊，开埠危险呢。家驹啊，你赶紧给涛飞和文东发个电报，让他们不要再管那个厂子了，能处理的就处理，不能处理的就给扔了。带着家具赶紧到济南来。不至于吧，六哥？这回咱们中国军队终于放了枪，再加上守天津的是张自忠，他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啊。张自忠只是个师长，老蒋不让他打，他敢怎么样？别说天津了，济南我看都守不住。家驹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咱以后不能再添机器了，咱钱好带走，机器咱带不走啊！啊！我觉着济南不要紧，还隔着黄河呢。我说家驹啊，别人说这话我不放在心上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咱在青岛这么多年，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？没有，一条都没有啊！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，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，3天就能打到济南呢。既然形势这么紧，咱们的2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。晚了。昨天香农就来电报，咱和三原一共是3万件，因为数量太大了，组了整整1趟车，今天早上就发出来了。我得给东楚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儿。你说这是什么国家，什么政府啊？老蒋啊，你把我们这帮买卖人可害苦了。刘局长，帮帮忙，让那辆专列停下来吧，不能发呀！我才问过了，车已经过了真如了。这个时候，快到苏州了。刘局长，就算到了苏州，你也叫他停下来，对方是个诈骗犯。你要不让车停下来，我们林家就全完了。刘局长，停下来吧，就算我和我爸爸求求您了。刘局长，您是前辈，也是我们林家多年的世交，就算帮帮我们吧。祥荣啊，这不是小事儿啊。原车运回吗？哎，原车运回。林祥荣和林家在这里向你表示万分的感激啊。好吧，我马上命令调整运行图。运回来以后停哪儿？把车甩进北货场，随后我就派人去取。好，最晚也就是明天能够回来。告诉令尊，请他放心。你呀，净给我添乱子。好了，我挂了。给寿亭发电报，叫他放心吧。列车已经停运了。可是陈老板并没来电说停运呢，咱们……你不要说了，国家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生意是做到头了。要是运了去，6哥多年的心血就都给了日本人了。你先下去吧，告诉我爸爸，我马上回家。哎。
老爷，新会长的电话。告诉他，我已经退出商会了。是。爸爸，我把那辆专列接下来。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吗？走。阿荣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，可是我们的国家恐怕是快要不行了。爸爸，那些布运回来以后怎么办？现在正在抢购，张德裕贸易行正在囤货，布价在一路狂升啊！我们是不是把它卖掉？阿荣啊，你的商业头脑真是越来越灵光了，我真为你自豪啊！这样，你把我们的布高价卖给张德裕，逼着他用美金交易，把卖布得来的钱分作2万件、1万件2份。3元的那份，你打电报问一问赵家兄弟的意见，该怎么处理。至于寿亭的那一份，一部分要继续持有美金，另外一部分要用美金去买黄金。盛世的古董，乱世的黄金，这句话在今天总算是有用了。我就不信，泱泱大中华，难道永远受日本鬼子的欺负吗？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慢慢的把口收掉，还是继续做下去？阿荣啊，北京卢沟桥离上海虽然很远，但是上海恐怕比济南还要危险呢。日本人在苏州、上海、昆山本来就有驻兵权，今年春天以来增兵很多。日本的军舰就迫在吴淞口，蒋介石整天忙着剿共，买来的军火尽是些山炮、机关枪，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海防啊？阿荣啊，我们林家现在有4个印染厂，6个纺织厂，2个橡胶厂，1个锅炉厂。在上海也是数得上的买卖了。这些年，我也好，你爷爷也好，虽然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，甚至于后来操纵市场，那仅仅也只是为了挣钱，并没有干出什么辱没祖宗的事情来。哎，来。阿荣啊，在所有的瓷器里面，这种碗最难烧制，大碗就更难烧制，因为它的胎子薄，不等胎子干了进窑，胎子就要变形，烧出来的碗口就会不平。我们家，也就是你小时候2、3岁的时候吧，就有那么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，直径足有3尺啊，也是这么薄。要说是价值连城，恐怕还是说低了，根本就无价。当时的收藏家称之为“一碗胜万次”。哎，这样的碗呢，得放在一个架子上，你想动地方，那得6个人围起来，慢慢的挪，用力稍微不均，那碗就能断了。有一天啊，英国远东公司的总经理史摩特到我们家来，哎，他一看见，张口就要买，哎，这可是国宝啊，不能让外国人拿去啊。可是当时正在和英国人做生意，又不能得罪他，你爷就说，啊，喜欢就拿去吧，买什么买啊？说完就装着出去方便，赶紧跟2个下人关照了几句。这2个下人就真的进来，小心翼翼地抬着碗往外走。走到门槛那儿，
故意摔了一跤，砰当，把碗打得粉粉碎。哎呀，你爷爷当时啊，心疼的当场就昏了过去呀。向荣啊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林家的家风，宁肯把碗打碎，也不能让国宝落到外国人的手里。这就是我们林家人的气节。我们林家几辈子都在做生意，可是进口没有进过1件鸦片，出口也没有出口过1件国宝。阿荣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爸爸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万一日本人真的打了进来，拿刺刀逼着你干，你怎么办呢？向荣，我看趁着工厂现在还值几个钱，赶紧把它全部卖了吧。清朝之下，无有完卵，人生的得与失，其实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。对的，爸爸。我们林家就是一切从头再来，也绝不能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过日子。